點解一向熱衷於做私域同飛度嘅本田，會突然間做出一台超跑，而佢又點樣被稱為東瀛法拉利嘅呢？今日就嚟一齊探討一下 JDM 嘅4大天王之一 Honda NSX。講到 NSX 就離唔開佢嘅 F1 賽車基因。喺60年代 ，Honda 作為廠隊參加 F1 賽事，並贏得2次分站賽冠軍，成為日本首支獲得此榮譽嘅廠隊。不過好景不長，喺1968年發生咗一場事故，令 Honda 不得不退出 F1 賽事。本田車手 George Russell 駕駛住 Honda RA302 賽車喺法國大獎賽上發生事故，葬身於火海。RA302 嘅安全問題使得冇車手再願意駕駛佢 ，Honda 就此退出咗 F1 賽事。直到1983年 ，Honda 以引擎供應商嘅身份重返 F1，協助 Williams 同 McLaren 車隊斬下6屆車隊冠軍同5屆車手冠軍。如此出色嘅引擎研發技術，令 Honda 想開發一款 MR 中置後驅跑車，聘請咗意大利著名汽車設計公司 Pininfarina 着手設計出咗 HP-X 概念車，但係可能外形太過前衛 ，Honda 最終都係捨棄咗呢個外形。不過我覺得後來嘅 NSX 多多少少都有翻佢嘅影子喺度。NSX 嘅開發係對標法拉利328，一款可以日常駕駛嘅超級跑車。而為咗提升操控性並減輕車重，使用咗全鋁合金車身。動力方面搭載 VTEC 技術嘅 3.0 升 V6 引擎，可以爆發280匹馬力、294牛米扭矩。儘管馬力已經接近328，但係要比328嘅重量重咗100公斤。因為 NSX 嘅定位雖然係超級跑車，但係依然配備住各種舒適嘅配置，譬如冷氣、音響同各種電子輔助系統等。到後期嘅測試階段，發現車身剛性不足，於是 Honda 又埋頭繼續研發工作，更換咗鋁合金曲軸、鍛造護室、底盤件升級等，終於喺1990年 New Sport is Very Metal 正式推出市場。之後經過各大媒體測試後，發現 NSX 嘅性能不單止超越咗啱開始對標嘅法拉利328，仲直逼法拉利348嘅水平，因此榮獲東瀛法拉利嘅美譽。具備超級跑車嘅動力同操控性能，同時又可以兼容日常駕駛，使得佢嘅人氣瞬間爆紅。NSX 代表咗本田最高工藝嘅水平，亦都為90年代嘅 JDM 末期留下濃墨重彩嘅一筆。